为着这个祈祷的议题，牧师讲，咱要有几啊礼拜继续，咱要来思考哦，吼，圣经内面，来会当互咱知影，讲咱基督徒迄个祈祷是上帝互咱的管理甲祝福的源头，咱就爱好好来把握。所以牧师特别来写一条的歌，伫今仔日咱第一摆来唱吼，咱做伙来学习，将这条歌的歌词旋律嘛，诚做会当帮助咱，诚做一个祈祷规律祈祷的一个基督徒，咱做伙来唱这条的诗歌。新的活气。
来主黑